因為河馬根本就係正宗典型嘅粗野大陸婆，佢夠膽死話自己靚，佢塊死人面仲闊過90%男人塊面，都仲好意思話自己靚嘅。喂，大家知唔知啊？原來鹹伯識劍法嘅喎，佢有啲直播定相喺度耍劍，獨孤九劍，所以話最怕改壞名，獨孤九劍，好快佢就要喺監倉度孤獨耍劍。咁啊，唯有積極啲入去教啲囚友劍法啦。我諗河馬到而家都唔知今次佢遇到對手宿命之對決，千門百將裏面嘅智將遇上老將，騙子以為坤到件老嘢，老公俾100萬我做生意啊，一定賺㗎，賺到錢我養你啊嘛。老千豪氣萬千咁答，冇問題，100萬咁濕碎，聽日同你銀行攞錢，真係騙子遇老千，最後得張氈。肯定嘅晒，今條片講河馬，事緣佢哋最近發生咗單嘢，令到全港市民萬眾一心咁請小鳳姐出場，因為呢兩個賤人簡直神憎鬼厭啊！呢單嘢究竟有冇咩內文呢？其實鹹伯個名已經透露咗，呢單嘢有警棍，佢真名叫何圈，呢單嘢何圈可點？開始之前指定動作，以下事件嘅描述係根據傳媒報道嘅。是咁的，喺5月30日，香港發生河馬襲擊人類事件，準確啲講係互相襲擊。事發喺河馬屋企屯門清順樓。佢哋先喺屋企嘈交，河馬就執晒行李返大陸，而老人家就阻止佢，追到出去走廊。點解要阻止？因為河馬係打算自己一個返大陸，唔帶鹹伯撇甩佢。如果唔係，老人家就唔會阻止，而係一齊返大陸啦。咁啊，雙方繼續爭執，鹹伯就攞咗一把萬用摺刀出嚟，聽聞佢識劍法㗎，唔知刀法得唔得啦？佢用刀界傷河馬後腦，平時死肥婆咁惡，都知佢唔係流㗎啦。河馬運用佢強大嘅咬合力，咬到河伯左手手指骨折，聽到都痛啊！最嚴重嘅係河馬仲騎上鹹伯身上，撞到佢頭骨裂傷。喂，頭骨裂咗喎！見老人家77歲咁大年紀，唔知佢頂唔頂得住啦。我拍呢條片嗰陣佢就未死嘅，遲啲就唔知。如果一個唔覺意鹹伯圓直咗，分分鐘傷人變成誤殺啊！河馬就大 Q 鑊啦。仲有開審先知道究竟喺屋企有冇已經喐過手，邊個喐手先等等。如果越爆越多，唔知會唔會變成謀殺？咁就真係恭喜河馬啦！喂，大家唔好睇小河馬嘅攻擊力喎，俾隻死肥婆騎咗上身。如果你未學過 MMA 嘅地板技，你實兇多吉少。你可能會話咩啊？俾佢騎上身又點啊？死肥婆雖然肥，但肥出拳一定有力㗎喎。你咁諗就賴嘢啦。係啊，出拳係要識得用埋腰力，啲拳先重嘅。但係大家忘記咗，有一種攻擊係唔使學就已經好勁抽，就係咬。唔係揸下，係咬。你幻想一下，隻死肥婆坐喺你上邊，千斤墜咁壓落你個身度，狂咬，一時三刻你又起唔到身，因為佢重啊嘛。相信你會有一段好難忘嘅經歷。點解河馬係後腦被界傷而唔係前邊受傷？鹹伯就係知道呢一點，所以偷襲。兩大賤人喺個 lift 度大廝殺，又咬斷手指骨，又割傷後腦又剩，咁嘈，街坊梗係報警啦。當警察到咗，就雙雙送去醫院。鹹伯就冇聲冇氣，唔知幾時斷氣。佢就算執翻條命仔，都唔知有冇後遺症。而河馬就一貫作風，扮可憐、扮無辜、扮好人，仲扮喊同傳媒講。老伯都喺後尾襲擊我，你發生咩事啊？為咩事爭執？咩事都冇發生，佢就係咁樣答到真佢傻。突然推通死十歲，我想殺。隔住個芒都感受到河馬嗰種悲憤，悲係扮嘅，憤係真嘅。因為河馬深信你見老人家夠薑就喺正面開波，堂堂正正隻抽，你會傷到我？有一點係值得留意嘅，佢話鹹伯攞把刀喺後面襲擊佢，想殺佢。喂，佢咁樣講係咪想警方告老人家企圖謀殺啊？企圖謀殺好重罪嘅喎，佢想做死鹹伯喎。咁啊係啊，佢錢又攞唔到，人又撇唔到，見老嘅日日又黐住晒，仲要做埋免費看護。如果佢入去坐10碌8碌，咁咪乾手淨腳咯，佢都唔知有冇命翻出嚟。咁呢鑊真係求人得人啦！之前鹹伯一直屈蛇屈喺河馬屋企，而家好大機會攞到新嘅居住地方，不過嗰度要長期着制服先可以住。講真，無論河馬扮到點樣無辜、點樣慘都好，
我諗智力正常嘅人都知佢咩料啦，佢梗係會咬到人手指骨骨折，佢梗係會撞到人個頭裂傷啦。因為河馬根本就係正宗典型嘅粗野大陸婆，佢夠膽死話自己靚，佢塊死人面仲闊過90%男人塊面，都仲好意思話自己靚嘅。發生今次呢單嘢一啲都唔意外，做呢個粗野大陸婆嘅 fans 先至肉酸啊！一班朋友出嚟食飯傾偈，喂，你偶像係邊個啊？張敬軒咯，你咧？林峰啊？咁你咧？何太啊？喂，幾咁弱智啊！我之前講河馬粉絲變節嗰條片，開頭嗰條傻仔粉絲仲覺得做河馬粉絲好威，冇耐就俾河馬少，仲話佢係港獨分子，反晒面，跟住條傻仔喺度喊，有晒錄音㗎。最後佢仲去埋報警，一出警署佢就小河馬老尾啦。你話幾咁戇教啊？所以我唔理解，如果你當河馬係偶像，你點會有勇氣講俾人知啊？喂，大家知唔知啊？原來餡伯識劍法嘅喎，佢有啲直播定相喺度耍劍，獨孤九劍，所以話最怕改壞名，獨孤九劍，好快佢就要喺監倉度孤獨耍劍。咁啊，唯有積極啲入去教啲囚友劍法啦。呢兩條友猶如過街老鼠，不過可能有段時間都見佢哋唔到，睇怕佢哋一個要喺入邊教人煲湯，一個唔知喺入邊定下邊教人耍劍。搞到而家咁，河馬就話唔會原諒老人渣。大家覺得餡伯啲仔女會唔會原諒佢啊？我仲記得佢成日話要搞個細女，又話要爆佢大仔包二奶，要搞到佢坐監。冇錯，餡伯以為包二奶俾人捉到係要坐監嘅。最撲街係攞埋亡妻啲首飾出嚟教啲搞路啊嘛！我係佢啲仔女，真係好難原諒佢。餡伯成日又鬧人，又作勢打人，早前仲真係攞殺蟲水噴人。俾警察拉埋，佢本身就係一個人渣，講嘢又惡毒，搞到而家咁好唔抵，好唔抵可憐啊！佢做咁多衰嘢，佢唔係老人家，係老人渣。呢單嘢最好笑，原來餡伯先係千王之王。翁女俠講喺2023年12月，餡伯一個人去銀行將嗰450萬轉做6個月定期。由此證明餡伯係知道單一簽名可以攞錢，同埋之前已經試過好多次，都係佢一個人去簽名攞錢。嗱，重點嚟啦，去到2024年2月，餡伯細女攞走咗嗰400幾萬，而銀行亦都 send 咗2條信息俾餡伯，佢喺銀行登記嗰個電話。餡伯係知道嗰400幾萬已經攞走咗。但去到3月，佢竟然仲帶河馬去銀行度攞錢。佢明明知道2月筆錢已經攞走咗，但3月仲帶河馬去攞錢。佢根本唔係去攞錢，係去做戲。所以我之前條片都話，河馬固然係撲街，但餡伯都係一個人渣。我諗河馬到而家都唔知今次佢遇到對手，宿命之對決，千門百將裏面嘅智將遇上老將，騙子以為坤到件老嘢，老公俾100萬我做生意啊，一定賺㗎，賺到錢我讓你啊嘛。老千豪氣萬千咁答，冇問題，100萬咁濕碎，聽日同你銀行攞錢，真係騙子遇老千，最後得張氈。中意片俾個 like 嘅話，記得訂閱 channel 同撳埋隔離鐘仔喎，咁喺身邊你就 miss 咗啦。我哋下條片見，拜。